个月吼，咱拢伫安尼空中见面吼。今仔有即个机会，真幸运的，咱会使遮大家三个做伙吼。有个人伫礼拜堂内底，有个人伫看咱的迄个网络吼。所以咱共款做伙来遮做礼拜。今仔礼拜中间有几首圣诗，咱三个要来做伙吟啊。头一首是世间尽人拢着掂尽吼。伫咱的圣诗内底，43首吼。即首圣诗伫讲着讲，咱世间人咱着要掂尽来到上帝面前来虔诚敬拜。咱知掂尽是一个真重要吼，人的内心吼需要掂尽，才会使到上帝面前才会使到上帝面前。即个安静会使互咱对迄个烦恼中间来退落。来面对上帝，对交叉的中间吼，咱会使来听上帝真卑微的声音吼。对世界引诱中间，咱会使来领受真理的教导。安静中间，互咱的软弱会使得到不断的更新吼。所以这是一个较重要。所以咱来唱这条圣诗吼，这条圣诗我想咱免真练吼，大家拢会晓唱吼。世间尽人拢着掂尽。虔诚徛伫伊面前，来，做伙来。世间尽人拢着掂尽，虔诚徛伫伊面前，无伫看入世间俗事。当阮的伊受诉，上帝教你伊的圣殿，咱着敬拜心敬虔。第二节，王的对玛利亚是早知日把点天线。主的主晓人泪酒，伊有血也有肉体，将本心做我命令，小所心都尽大过。第三节，千万天公百的规定。针对世风的路中，尽管当路偏就西边，是对天眼跟天东，别个关系小别高级，都给我好讲。第四节。天在天公贵族卡进，你我老无停止，你是家人千赞无停，我想老求老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是神。伫第三节的后边吼，有过来咱过来刷来唱圣诗374首，听见救主出声得救吼。这条圣诗是伫咱的迄个回应诗吼，牧师讲道完了一个回应诗吼，听见救主出声得救吼。这条嘛是咱真熟的，来，咱做伙来唱。来，听见救主出声得救，生命人的去追赶，苍龙高西丢呀西西，生命人的去修他，有做真火就得救你，一波修。下拉
是我，我的家在哪在哪？第二章，世俗不为改我这个来保佑我眼之下，连那出必是无来，没把跳跳出的命，世俗观音为高家界，要为显光无尽水，为了跳中华语最高，以为高那属虽然也有不离山，团多里大波罗，你为波要主为跳跳，后来流起拍啦，火焰在奥里寻花。你为云穿浪谁家？爱来何处去啊？无天的是我无那汤吹下个，谁人追追你的路，主天里在一条路。我一条通求主命令，接纳最后的希望。主的求你听你留意，我的脚踩那踩我。这道讲到欢喜听从救主命令，尽力做福气。尽力做，福气是大。主在叫你紧紧着伊，我伫遮找我找我。吼，毋通讲咱大家会使对即个中间信息内底得到搁较侪顶面来对咱的启示。吼，咱今仔早起练习到遮，咱就开始咱今仔的礼拜，请咱安静心。今仔日转来教会做礼拜，甲有缘伫厝里的兄弟姊妹平安，请咱即马拢准备心开始来敬拜，请祷告。
水画上耶和华的山，一水画徛伫伊圣的所在，就是手清气、心清洁、存心无怨负假、就抓无囥奸鬼的人。即互人要得到上主赐福，搁对救伊的上帝得到义。大家来吟圣诗《阿罗上帝》，圣诗第43首，请起立。咱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定12日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会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大家用启用文来应答上帝的话。启用文第32篇。上主啊，我对亲恩求叫你。上主啊，你若记得人的罪过，总是你会赦免人。我迫切听候上主，我的心声听候主。比手忙的人较迫切听候天光。以色列啊，着仰望上主，伊有救赎的大权能。大家来祈祷，
阮伫天灵的爸，愿仰望你、学乐你，因为你有不变的慈爱，有救赎的大权能，只有你会救赎阮脱离一切的罪恶，亲像几千年前救赎以色列人同款。主，你是历史的主宰，是人类代代的帮衬。在阮面对这个世界环境的变化，互阮惊吓不安的时，阮知影阮惊若有依靠我靠主，仰望主，因为你是赏赐平安，是阮疼痛的上帝。你的怜悯慈爱是阮的安慰，甲阮的盼望。主，阮要谦卑伫你的面前认罪。真侪时阵，阮无明白你的旨意，阮看袂到恁的作为，阮只有算阮家己拄着的艰苦，排完世间的歹代，阮伫怨叹当中过日子，搁掠做是上帝源头，无甲阮同在。主，求你赦免阮，阮袂记得你是十字架顶的主，也是国外的主，你是超越的主。要将所有的忧伤变做安慰，要将痛苦成做喜乐甲盼望。我们感谢你，拣选阮卑微无路用的人，成做你救阮的记号，互阮认捌这世间上大的疼痛。看起你遮尔多的祝福，求主教示阮会晓算你的恩典。为着这恩赐，我们感谢你，也要学习。做你呼召阮做的工，主求你使用阮，装备阮，互阮成做主你好搁尽忠的奴仆。阮也要因为做主的工充满喜乐，求主甲阮同在。阮也要甲主同行，互阮因为有主的疼甲祝福，欢欢喜喜做工拢无野神。总是主，阮嘛要为着世间真侪的痛苦、病痛、死失来向你求，求你怜悯、显明公义，互阮看见你的国领导伫对你亲像伫天里。我要将阮所无够额的向主求，阮无够尽心，无够敬虔，无够有气力。无够会晓做主的工，嘛无够有智慧来明白主你的话。求主你照你的旨意加添阮力量，也求主帮助阮，成做互人得到福气的人。阮也要为着教会来祈祷，求主使用阮的教会，嘛会当成做互人得到福气的教会，成做上帝恩典的所在。阮诚实排列以上的祈祷。也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心祈祷。愿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公义教，你旨意伫正，伫对恁亲像伫天灵。阮的心平安互阮，赦免阮的过有，亲像阮也有赦免过阮的人。互你传阮入地市，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们。诵读上帝的话，伫圣经出埃及记38章第8节，以用铜做洗肠的盆甲铜座，是用会幕门前做工的妇人人的铜镜做的。讲道请陈美玲牧师，题目是微小的奉献。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的经文有提到一面铜镜。若讲到镜，就互人想到一个童话故事，叫做白雪公主。因为这个白雪公主的后母真爱照镜，当伊问这个镜讲：魔镜，世界上谁上水？这个镜就会回答伊讲：当然是你，全世界你上水。毋过当白雪公主大汉，这个后母佮问起同款的问题时，镜竟然回答讲：上水的是白雪公主。这声害啊！嫉妒，互伊起歹心，要去害白雪公主。伊就装作是一个卖水果的老太太，骗白雪公主将这个有毒、
的令果食入去，然后伊就陷入昏迷，直到一个缘投的王子出现，才互伊醒起过来。镜咱每工拢咧照，但是若亲像是即个故事内面的后母，赫尔爱照镜就会出问题。但是白雪公主真正是有即个人。即个故事是参考差不多300多年前德国一个有钱人的家庭查某囡仔叫做 Maria 的故事来改编的。即个 Maria 自细汉就破病，所以伊目睭的视力有一寡的问题。伊的老爸伫 Maria 的妈妈过身了后，佫娶第2个太太。即个后母定定虐待即个 Maria。所以后来，伊就离开因的厝，到伫修道院，家己度过71年的人生。所以，伫真实的世界内面，即个白雪公主不但无找到伊的白马王子，双目佫失明，伊的现实毋是一个真美好的一个结局。即个 Maria 的爸爸经营一个玻璃工厂，伊就送互伊第2个太太一面镜。当然，即面镜袂亲像即个故事内面的魔镜会晓讲话，但是即面打收伫博物馆的镜，伫顶面有刻有即个德文的2个字，意思是恋情，也是自恋、自恋。兄弟姊妹，镜即个物件真神奇，伊不但会当照出咱真实的面貌，并且伊嘛反映出咱家己内心的想法。有当时咱伫照镜，咱徛伫镜的头前的时，掠镜中的家己金想，可能就想讲哦，我两个目睭，一个鼻仔，一个喙，生了嘛袂歹嘛，可能就带出自信。但是过头的自信，嘛有可能变做是骄傲。所以伫今仔日经文内面的即面铜镜，联想到白雪公主故事内面的魔镜。进一步来思想咱家己内心的迄面镜，咱内心的迄面镜反映出咱的价值观、咱的想法，然后就影响咱处理代志，也是咱对人，甚至是对上帝的态度。今仔日这段经文是咧讲比沙列伊制作圣所所需要的器具，亲像烧祭的坛、洗肠的盆。甲围伫会幕四周围的遮个场，这物件是伫会幕的外面，就是当以色列人因摕祭物来献的时，这时就按照上帝的规矩，伫即个场所来处理遮个祭物。爱烧的就放伫即个烧祭的盆来，烧祭的坛来烧。但是当即个祭司要入去会幕甲上帝相拄，伊就爱先大先伫即个洗肠的盆内面洗骹洗手，才会当入去会幕服侍。伫出埃及30章18节嘛有讲到即个洗肠的盆的功能，但是今仔日的经文较有30章无讲到的，就是即个洗肠的盆的铜是伫会幕门口服侍的遮妇人人因的铜镜所做。所以我感觉这段记载非常的特别，因为伫今仔日的38章后面有提到其他的人所献的铜，拢是摕来做祭坛，也是掌围遮个物件。独独伫第8节，虽然无提起遮个妇女的名，是讲到讲伫一寡伫会幕门口服侍的妇人人因所献的铜镜来做洗肠的盆。伫咱的印象内面，圣殿敢若毋是女性会当入去的，因为伫新约咱知影，妇女只有会当伫妇人人院内面。所以咱看伫耶稣伊所讲的话内面有讲到奉献，伫圣殿的奉献箱，即个箱仔嘛是放伫妇女的院，圣殿妇人人的院内面。所以耶稣才会当伫遐观察一个有钱的人，甲一个妇人人，因两个无共款奉献的态度。所以伫遮我有找到一个参考的资料，互咱有淡薄的概念。那用现代美式足球的寸尺来比较伫旷野时代的会幕，也是所罗门时代的圣殿，
也是了后新约时代圣殿，差不多的比例是安尼。所以咱会当看到讲，伫旷野迄个会幕毋是真大。另外，咱嘛会当看到，伫耶稣时代耶路撒冷的圣殿是有妇人人院，因为妇女才会当伫遐，因袂当佫进入内面佫较深入的所在。毋过今仔日咱看今仔日的经文，也是咱看旧约其他的经文，亲像撒母耳这本册。撒母耳的老母去到圣殿伫遐提靠祈祷，求上帝赏赐互伊一个囝。伫今仔日的经文嘛提到讲，伫会幕门口服侍的这妇人人。所以这旧约经文可能是咧讲，伫旧约圣殿对伫妇女是较友善的，妇女会当去到圣殿这个所在伫遮祈祷，甚至会当参与服侍。伫会幕门口服侍这妇女，有可能是清气烧这段，有可能伫遐洗即个铜的盆，也是伫遐过门，嘛有可能伫节期的时，因唱歌跳舞，亲像摩西大姊米利安伊所做的服侍。所以这妇女将因上宝贵的这铜镜奉献出来，就亲像进前咱读经文。当这以色列人因听见上帝吩咐，因爱来奉献起造会幕的物件时，因逐人是入去因家己的场，然后伫遐找因的宝贝出来献互上帝。对伫妇女来讲，上宝贝就是铜镜。无论伫倒一个时代，妇女拢爱透过镜才会当来西装打扮。虽然伫现代镜毋值钱。但是当时无水银，要做镜就是爱将铜磨甲会当看见，所以是非常的费工，非常的宝贵。但是咱看见这妇女献就因上宝贝互上帝，因为经文有特别提起，这个献铜镜的是伫会幕门口做工的妇人人，毋是其他的妇女，所以因会将因所上宝贝的铜镜摕来献。有可能就是因伫会幕服侍，因甲上帝非常接近，因认同上帝讲我要起造会幕的安尼一个圣工，因才将因的宝贝献出来。要将物件摕出来奉献，绝对毋是人的天性。所以，若要互咱家己愿意来奉献，一个真重要的关键就是咱甲上帝的关系。因为平日咱若无灵修祈祷，咱无参加服侍，咱对教会圣工无理解，咱就袂感受到迄个奉献的必要。搁较免讲是将家己上宝贝物件摕出来。古咱上熟的例，就是亚伯拉罕献伊的囝以撒的故事。亚伯拉罕伊若无认为上帝是信实的，伊若无认为上帝一定会互伊后事安尼的话会实现。亚伯拉罕绝对袂将伊上宝贝以撒摕出来献，伊绝对会甲上帝讨价讲，拜托啦上帝，我献10只羊互你，请你毋通摕走我上爱的以撒。但是咱看见亚伯拉罕伊认捌上帝，伊信任上帝，伊知影上帝讲出去的话绝对袂改变，所以伊会当献出伊上宝贝的即个囝以撒。另外，咱是毋是愿意奉献？嘛，在伫咱是毋是愿意回应耶稣伫十字架顶奉献伊家己性命的迄款疼？伫德国即个杜塞多夫的美术馆有一幅图，就是看即个人。这幅图是伫描写耶稣的受难。听讲画这幅图的画家，伊伫完成这幅图了后，伊替一个伫流浪的查某囡仔画伊的像。当伊非常专心伫画即个查某囡仔的像的时，即个查某囡仔较一直静静看伊所画的即幅耶稣的图，并且伊嘛非常好奇问即个画家讲：即个人是啥？伊看起来敢若非常的忧伤，为什么伊爱互钉伫十字架顶咧？所以即个画家就将耶稣所有的故事拢讲互即个查某囡仔听。即个查某囡仔听了非常感动。就讲出一句话，讲：伊为你放下性命，
你为伊放杀生命。哇！即个画家听着，伊就将即个查某囡仔讲的即句话写伫图的边啊。所以后来即幅图伫一个博览馆伫遐来展出。伫之后1720年，有一个少年的贵族辛森多夫，伊去参观即个博览馆，看到即幅图，伊徛伫即幅图的头前，感动甲无法度离开。边仔这两逝字，伊为着你放杀性命，你要为伊放杀生命，敢若你呼召伊，敢若你向伊讲话。所以，即个贵族后来伊就奉献伊的一生，成做上帝奴仆，就是伫德国摩尔维亚教会非常重要的一个领袖。所以，咱要安怎看待奉献，是决定伫咱对上帝有偌济认捌。奉献毋是讲我偌有，我才来奉献；奉献嘛毋是讲我偌敖才会当来服侍。奉献是咱有偌认捌咱的上帝。咱若知影咱的上帝是富有的，是会供应我需要的，是永远袂改变的上帝。咱的答案若是肯定，咱就放心将咱有的，无论是金钱，也是咱的性命，拢奉献互伊。第二，咱看见这妇女奉献因的同行，嘛，互我想到因伫参与敬拜，也是服侍的内面，就产生一种的气力。这个气力，互因愿意放杀物质、放杀肉体的意爱，无搁继续欣赏家己，是转往祈求上帝美善。这就是信仰带互咱的一个气力，因为咱若靠了家己，绝对无法度来赢过世界的引诱。亲像咱看乐透几啊期无人中奖，你敢袂动摇？若我中奖，我就会当提早退休。当你看到别人得到称赞、抱啊声，你敢袂嫉妒？当你看见别人过迄种真享受物质的生活，你敢袂欣赏？会，当然会。但是咱毋免去否认咱会有安尼的感受，因为咱拢是人。但是只有伫咱承认咱有遮个想法，咱有遮个感受的时，咱才知影讲咱是一个真软弱的罪人，咱才知影讲咱需要耶稣。所以这就是咱甲世界的差别。因为咱拢知影基督徒甲其他的人同款，咱拢会拄着世界引诱甲试探。但是差别在伫毋捌耶稣的人，因继续沉沦，但是无知觉，并且伊表现出来规个性命是一种无活力的一个性命。有一个青年去找一个有智慧的人，甲伊问讲：我是啥？我应该做甚物？这种人生的大道理。但是这个智慧的人，什么话拢无讲，伊去厨房摕一个玻璃杯，倒一杯的果汁，问这个少年的讲：这是啥？少年人回答讲：果汁。这个人佫转去厨房出来时，手捧的玻璃杯已经换做牛奶，佫问这个少年的讲：这是啥？少年人回答：牛奶。有智慧的人一句话嘛拢无讲，佫转去厨房，即摆摕出来的玻璃杯是底水，就问这个少年讲：这是啥？这个少年呢已经互伊问甲无耐性，就大声并且有一点仔无耐性讲：水啦。但是这个有智慧的人，什么话嘛拢无讲，佫转去厨房，即摆伊行出来时是一个空的杯仔。伊问这个少年讲：这是啥？少年真正毋知这个人是咧做啥，就回答讲：这是杯啊。这个智慧的人应讲：你看这个杯啊，看4摆，但是你较伫第4摆时，较认出这是一个杯啊。兄弟姊妹，伫世间真侪人亲像这个少年的，咱生活伫这个世界真无用，但是咱看无生命重点在伫倒。然后咱就对世界在变化，然后咱就感觉咱的生命真无气力。但是当咱有耶稣伫咱的内面，
虽然咱会动摇，咱会受引诱，毋过咱会有一种气力，帮助咱过得胜的生活。这个气力毋是对家己生的，是因为咱知影耶稣伫十字架顶已经将咱的肉体、甲私欲、甲伊同定伫十字架顶。是因为咱知影，当咱因为相信耶稣的救赎，真做是一个新的人了后，咱会仰望耶稣，用耶稣做咱的标杆，过一个天顶国民的生活。但是要安怎求天顶的代志咧？是要安怎讲无旨意地面的代志咧？咱拢生活伫地面啊，咱是要安怎无旨意地面的代志，去思想天顶的代志咧？是毋是咱爱过一个稳基的生活，甲人隔离家己大咧？毋是，是咱爱用天顶的眼光，伫今世过生活。这咱会当对圣经上尾一本册，就是启示录来得到解释。我的讲道捌讲过启示录，咱嘛请过孙宝玲牧师来讲解启示录，所以咱一定知影启示录毋是一本伫讲未来代志的册，伊关心的嘛是咱现在伫地面的生活。所以规本的启示录，咱会当看见真侪天甲地会安尼对比。但是这毋是讲咱规工伫遐想讲，我天堂是生做啥物款？我伫天堂住黄金的厝，也是草料的厝。天甲地对比，是爱咱用天顶的观点来审查咱伫地面的生活。天顶的观点是啥物？就是咱爱知影，即个世界属伫啥？咱爱知影，啥才是即个世界伫掌权的？咱如果肯定即个信念，咱肯定伫世界掌权的是上帝，咱肯定即个世界属伫上帝，咱就会当过一个有特殊、跟底耶稣确定家己性命价值的生活。所以咱看见伫启示录一开始第1章第3节，甲上尾章22章第7节，拢有提到讲，遵行即本册的人有福气。这就是提醒咱。咱毋是脱离世界，咱爱伫即个世界行出天顶国民的款式。第三，咱看见透过这妇女奉献因的同行，嘛，互我想到，伫照镜时，咱注意的拢是咱家己，但是伫照镜时，咱是毋是嘛忽略别人，甲忽略别人的需要咧？苏俄大文豪托尔斯泰捌写过一个呆子伊凡的故事。这个故事大概是安尼：有一个大鬼派一个小鬼去人间，要破坏人甲上帝关系。所以这个鬼啊，就去到伊凡的田里。伊看这个伊凡虽然真拍拼伫遐做代志，敢若趁一点点仔尔，但是伊看这个伊凡一点怨言拢无。甚至看起来非常快乐，非常知足。所以这个小鬼就开始想讲，我要安怎做，才会当互伊变歹咧？所以这只鬼就将伊凡的田的土变甲非常非常的重，想讲安尼会当互伊放弃无？所以这伊凡敲半晡拢无法度，但是伊嘛休困一下，佫继续敲伊的田，一点仔埋怨拢无。所以，这个小鬼看到伊的计谋失败，鼻仔蒙蒙的就离开。大鬼佫派第2个小鬼，所以这第2个小鬼伫边仔观察，伊看见这个伊凡每工会带一块面包，休困的时正做伊的中昼饭。所以，既然互伊遐尔辛苦嘛无路用，安尼不如我将伊有的物件摕走，伊一定会非常生气。但是无想到，这个伊凡发觉伊的面包无去的时，不但无生气，反倒讲啊，一定是比我佫较有需要的人摕去啊！希望这块面包会当帮助伊，求上帝保守伊。哇！这只鬼不但无成功，反倒互上帝的名得到荣光。所以这个大鬼感觉奇怪，讲：哎，我敢无法度互这个伊凡变歹吗？这时第3个小鬼出现。伊甲大鬼讲：“我有办法。”这第3个小鬼先去甲伊凡交朋友，甲伊讲：“我甲你讲哦，明年会有迄个干旱，无落雨，所以你要将你的稻仔种伫迄个淡淡的所在。
所以以凡就照安尼做。结果第2年，别人无收成，只有伊大丰收。第2年，魔鬼搁指导伊讲爱种什么，第3年嘛是安尼来指导伊，渐渐以凡变甲有钱起来。即个鬼搁教伊讲：你莫卖米啊，你莫种田啊啦，你将这米来做酒来卖，你会趁搁较侪钱。所以后来以凡无要做工课啊，伊只有靠买卖方式来得到搁较侪的金钱。有一天，即个大鬼来看即个成果。即只小鬼就讲：你看哦，即个农夫已经有猪的血液。原来以凡办一个宴席，专门请有钱的人来参加。因食上好的餐点，啉上好的酒，边仔佫有真侪萝卜伫遐服侍。因车花宴乐，醉甲毋知影代志。小鬼佫对大鬼讲：你看哦，伊佫有龙的血液。狼的血液，就伫即时，一个萝卜芳葡萄酒出来，无细哩跋倒，酒压一地。即个以凡就开始甲伊骂：你哪遐尔无路用？哎呀，主人，阮斗胆拢无食饭呢，枵甲规身躯无气力。你代志无做完，你哪会当食饭？非常会当酸，非常会歹。即大鬼徛伫边仔看，非常满意，甲小鬼仔讲：哎呀，你足敖的，你是安怎做的？即只鬼甲伊讲：我不过是互伊有诶，比伊需要搁较济。安尼就引起伊人性中间的贪心。故事内面的即个以凡，原本伊敬畏上帝，虽然丧香，但是伊善良知足。毋过，当伊将眼光对上帝撒到家己，伊离开上帝，伊离开家己，伊离开人。耶稣捌提醒，无人会当服侍2个主人，因为伊会怨恨即个疼迄个，也是会对重即个看轻迄个。恁袂话服侍上帝，煞服侍钱财。耶稣讲安尼，毋是看轻有钱人，是惊咱将性命重点放毋着所在。当咱的性命失去焦点，无对准伫上帝，就亲像伫大海内面失去方向的船仔，毋知影要行往倒位去。但是今仔日经文中间，这个富人人奉献因的同行，因愿意对看家己转往看上帝。对家己的需要转往上帝圣工的需要，但是咱知影这真无简单。毋过奥古斯丁伊咧讲安怎治死迄个旧的咱的事有讲着，伊讲咱无可能靠咱家己来治死旧的咱只有用疼上帝来取代疼家己。但是咱要安怎来疼上帝咧？大先，咱就要知影上帝有偌疼咱。奥古斯丁伫遮讲，伊讲，咱爱相信上帝是非常的疼咱，免得咱绝望，毋敢上到伊遐。咱嘛需要知影伊所疼的咱是甚物款的咱，免得咱夸口家己的德行。伊爱咱倚靠伊的气力向前行。互咱的疼心伫谦卑的内面得到完全。伫遮甲咱讲，咱爱大心知影上帝偌疼咱才会当疼上帝。当咱疼上帝，咱才会当疼家己，咱才会当疼人。所以，毋茫透过今仔日这个妇女真微细的奉献，较来成就上帝的圣工。这段经文毋茫互咱来思考，咱对上帝疼有偌济。咱敢愿意对世界转往对上帝来活？咱做伙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互阮透过这段经文，看见即群妇女因的奉献。虽然是无名的记载，虽然无记载因做偌济的服侍，但是阮看见因愿意为主的圣工奉献因所宝贝。主，恳求你帮赞，
互阮也愿意，互你会开力伫阮的内面，愿意将阮的宝贝献出来。主，阮相信这毋是损失，这表示阮相信你是大富有的上帝。阮也相信你掌管阮的性命，所以阮无欠缺。主，恳求你帮赞，互阮会当伫即个真黑暗、无光明的时代，会当过一个仰望军队你的生活。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阿门。三个吟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374首，374首，请起立。请坐，奉献，请赖玉凡执事。
请起立。请坐。报告甲消息第2点，本教会已经通过内政部宗教场所防疫计划申请，每场礼拜上侪100人，欢迎兄弟转来做礼拜，会当听华语的人嘛，请尽量参加第2场礼拜。第3点，小会定伫9月初5设到146周年的联合礼拜中，要举行洗礼。即摆因为疫情的关系，无举行圣餐。要接受洗礼，甲想要入捌信仰的，请向陈美玲牧师报名来安排洗礼课程。第4点，为着避免资源浪费，教会送予会友的月历是1户1份登记制。请伫9月26日礼拜进前，伫1楼公报栏，也是敲电话来教会登记。第5点，圣经公会台湾圣经公会发行的现代台语译本汉罗版新旧约圣经，要伫年底出版。对今仔日起到10月底进前。是早鸟价较俗650块，有彩色版甲绿色版。要买的人，请伫10月24号进前伫1楼公报栏，也是来敲电话向教会登记。即马请牧师补充报告。好，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今仔日足欢喜会当看到大家吼，有诶咱差不多3个月无见面啊吼，所以虽然有可能透过电视看到我，但是我拢无看到你吼，就少念大家。嘿啊，嘛望讲咱台湾疫情渐渐平稳，吼，咱会当陆续转来做礼拜。咱若每一场咱拢会当有100人会当转来做礼拜，所以欢迎兄弟姊妹会当转来做礼拜啊吼。好，咱即时咱来欢迎李恩典弟兄吼，恩典弟兄伊将伊的会籍对门诺会、光复教会转来咱本会吼，恩典兄坐伫后面遐，请伊站起来吼，咱欢迎伊。好，咱嘛为着咱的兄弟吼德伦伊的爸爸吼徐富南伫拜5的时过身，所以定伫9月初4的拜六吼，嘛有。伊虽然毋是基督徒，但是有请教会来替伊安排遮后事吼，所以咱嘛为着德伦的家庭来祈祷。互咱即时咱嘛为着兄弟姊妹来祈祷，互咱大心为着世界甲台湾来祈祷。互咱知影，无论是疫情，也是天灾，也是人祸，互咱看见世界真动乱不堪。互咱恳求主的怜悯，嘛继续为着台湾来祈祷，嘛为着伫各地宣教的宣教士来祈祷。我今仔日看一个报道，咱知影阿富汗即马迄个神学士入去夺取因的政权，伫遐宣教士讲，因过去20年所做的工，规个拢无去吼。所以咱为着无论是伫阿富汗，也是缅甸吼，遮真动乱的所在，咱为着遮宣教士来祈祷。咱嘛为着教会建堂的评估来祈祷。若上帝允准，咱恳求上帝会当帮咱，互咱即件事会当伫伊的带领下面来进行。第4，咱嘛为着带院的机体，为着随便兄、准生兄来祈祷，为着伫厝里疗养的兄弟姊妹，互今仔日咱嘛真欢喜，有看到一寡伫厝里疗养兄弟有过来做礼拜，亲像邱玉姐吼，伊坐伫后面，郭总贵兄吼，嘛今仔日嘛有来。庆和兄、秀恩姐、铁雄兄今仔日嘛有来吼，张老师、米霞姐、美兰姐、民主姐、盛渊兄、邓妈妈、龚基姐、陈基雄长老、
宿祭以礼、素梅节、方梅节、至今节、细丁兄、明理节、富美节、阿菊节、国元兄、东龙兄、幼庄兄、李雪老师家福节。吼，咱嘛继续为着这兄弟姊妹祈祷。吼，咱即摆咧处理的时间较济吼，嘛欢迎咱会当参加咱拜三暗时8点咱的祈祷会。过去兄弟姊妹可能爱来教会参加，但是对5月份开始。吼，咱的教会的祈祷会已经用迄个 LINE 的视讯，吼，也是讲即摆你嘛会当转来教会来参加祈祷会，所以是2个做伙来进行的吼。所以兄弟姊妹，你若想要参加拜三祈祷会，等者你会当请小分长老把你加入迄个 LINE 的群组吼，咱拜三吼拢会当伫咱的厝里，也是来到教会来做伙来祈祷。所以，毋茫讲，咱伫疫情的中间，真侪代志无法度做，但是咱嘛真侪代志会当做，就是咱甲上帝的关系，互咱会当读圣经祈祷。好，所以咱开始，咱就为着咱遮个大道的事项，咱做伙来祈祷。感谢你因带大领阮，互阮会当伫遮做伙来敬拜。恳求你保守大领阮所有兄弟姊妹，互阮会当伫这疫情的中间，阮会当勇敢。主恳求你来保守帮助阮。也为着阮的世界来祈祷，你看见真大的灾难发生伫即个世界，主恳求你的怜悯与治，主反正要为着兄弟姊妹援助关怀的宣教事工来祈祷，主阮看见真侪宣教士因伫遮个所在努力，总是因为政治的因素，所以因真侪事工受到迫害，甚至因的性命有危险，主恳求你保守看顾。嘛为着教会建堂评估来祈祷，恳求主因带带领阮的教会，互阮会当伫你稳准的下面来进行这项事，为着集体祈祷，无论伫病院伫处理疗养的，恳求你的医治祝福，主阮感谢你。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互阮会当坐伫遮，也是伫阮的厝里，阮做伙来敬拜，做伙来祈祷。主恳求你怜悯阮，阮真正是非常的软弱。有时阮会因为世界的变化，致到阮对你失去信心，阮毋知影安怎生活。总是主恳求你帮助阮，借着兄弟姊妹彼此的沟通，彼此的勉励，也是透过阮做礼拜对你遮得到的快乐，也是阮日常生活，阮家己会读圣经祈祷，帮助阮会当哪来哪知影阮人生的目标甲方向。主恳求你帮助，互阮调往耶稣基督的标杆，继续来跑走。也恳求你赏赐快乐，互阮的教会。伫教会中间，阮有做事工，恳求你会当来怜悯带领。阮特别为着阮真侪宣教的事工，也是阮建堂的事工，也是阮内部做礼拜，也是兄弟姊妹关怀的事工，恳求你拢会当来去做，帮助阮的教会，也帮助阮的教会伫关心阮的宣教的代志的时，主阮当定定为着这宣教师来祈祷，因伫非常危险的所在，有时甚至会有失去性命的安尼危险。主，阮恳求你保守怜悯，帮助因所做的工。伫人的眼光看起来虽然无去，但是阮相信你的福音的种子伫人的内心，这是任何的政权、任何的暴力拢无法度夺去的。主，阮也要为着教会兄弟姊妹来祈祷，伫病院的、伫处理疗养的，恳求你拢赏赐信心伫因的内面，也赏赐医治伫因的内面。主，阮也要为着德伦失去老爸来祈祷，主恳求你看顾、帮助也安慰伊的心。主，阮将阮的兄弟姊妹拢交托伫主你的手里，恳求你帮助，互阮会当亲像是一个大家庭。无论是阮伫遮久久的兄弟姊妹，也是拄啊加入阮即个家庭的兄弟姊妹，主恳求你拢互阮会当做伙，因为信仰，阮做伙来努力向前行，互阮的一生会当活出主你欢喜的款式。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阿门。因上行的诗392首，吟诗选车牧师祝祷，请起立。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谢谢。